这个树林夜市啊，较早叫做北自然新街。这个所在因为出真侪读册人，树主如林，所以改名叫做树林。日本时代，才有一栋3层楼高的楼仔厝，嘛是用过树林的第一关楼——桂昆木的故居。我若讲伊是1888年出世啊，伊古早是读北城南公学校，迄是即个树林国民学校的前身啦。伊是第一届毕业生啦，所以伊算讲对即个树林国民学校特别有一个感情。啊，伊到尾也搁读即个台湾总统府国语学校的农业科啦，所以伊毕业以后，去做即个甘蔗的检验的工作吼。啊，以后做中华银行的发起人，所以伊到尾啊有若做着中华银行邦桥的支店长。桂昆木毋但帮赞乡亲处理贷款，更加照顾乡里，组织动风会，鼓励乡亲来运动，而且佫长期赞助地方信用中心树林自贤宫。伊对庙的捐钱啦吼，啊，伊佫伫即个地方吼有组织即款体育会这方面，啊，甲童子军的即个青年团，所以伊对即个教育啊甲地方的即个代志吼，伊有若真热心啦。伊管吼树林国民学校签迄个铜像吼，即个铜像是日本人啦，伊哪抾茶哦啊哪读册，所以完全是要鼓励伊的后辈，厝的产无啥要紧，但是爱好好读册啦吼。一直到伊去住银行了后，才有法度来起家，而且买土角厝，一步一步改造3层楼高，厝内装潢嘛真有特色。这间厝的特别所在，就是因为伊是足久之前，伊有摕一寡国外的建材，亲像阿拉伯的花砖，佮有一寡手做的窗仔门木质的。伊正经伫咧迄个年代是较困难的一个工程，啊，就看得出来讲哦，因是开足侪心力去起这间厝啦。桂昆木过身了后，伊的第2后生桂秀忠医师真有理想性，亲身行入去探食间做梅毒的防治。伫咧做学生的时阵，嘛捌反抗日本无公平的统治。落尾看见国民政府种种无公义的作为，徛出来发声，说互国民政府讲伊是共匪，甲伊抓起来枪杀，规个家族啊受到真大的打击。迄阵啊，伫白色恐怖的时代吼，有当时啊半暝，宪兵警察会去阮兜去查，去敲东敲西安尼吼，所以对阮厝的人来讲是一种困扰啦，所以大家拢无啥会讲遐。啊，我印象上深的就是讲，老师讲叫我爱去演讲啦，哦，啊摕一张迄个稿，哦，叫我读，啊，迄阵1年啊就记迄个字拢还佫无啥捌啊，所以我转去啊点仔日烦恼的时候，阮阿嬷就讲啊，叫恁字籍来读互你，来甲你教，哦，读互你听，啊伊就来学，啊就教我安怎读安怎读，这是我印象上较深的一个代志之一。行过白色恐怖的时代，重视教育的桂昆木，留落来精神，互后代尊存。即马故居的经营者，感佩伊的精神，用这间厝继续来讲出伊的故事，在地历史。